大家好，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今日我揀選咗喺神州裏面一啲嘅民生嘅需要，我哋一齊去禱告。最近北京青年報有一篇咁樣嘅報導呢，就話近期快遞呢，即係嗰啲速遞公司呢，就被呢一個嘅消防栓，即係我哋俗稱嘅街井呢，簽收嘅現象引發廣泛嘅關注噃。咁記者發現咧，喺北京市某屋苑咧，樓裏邊嗰啲嘅街井竟然充當咗成為一個快遞嘅儲物櫃喎。快遞係塞滿咗成個嘅街井啊！咁嚴重妨礙呢個消防器材嘅取用啦。原來咧，好多間嘅快遞公司嘅 App 同埋小程序咧，都可以選擇或者自己定義設置代收點咧，為呢個消防栓，即係呢個街井嘅噃，因此咧先至出現相關嘅亂象。咁用呢個消防栓簽收快遞，唔僅僅係暴露出對生命安全嘅漠視，而且咧亦都係觸犯咗法例嘅。因為根據消防法咧，圈佔遮擋呢個消防栓或者佔用防火空間嗰個距離咧，係屬於呢一個嘅違法嘅行為嚟嘅。物業公司咧係有責任教育並且引導小區嘅居民咧去正視消防栓嘅安全功能嘅。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啊！天父，求你都讓有關嘅部門可以整改呢啲快遞嘅接收程序，亦都禁止咧係喺呢啲公眾嘅地方嚟到去收呢啲快遞嘅物件啊！我哋更加求主你喚醒市民嗰種嘅安全意識，亦都讓物業公司咧可以咧多啲宣傳教導市民千祈唔好貪一時嘅方便嚟到去鑄成大患嘅。我哋同心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真係安全至上啊！我哋繼續守望神州，多謝你哋今日參與為神州禱告2分鐘。我哋下個禮拜再見你哋，拜拜。